5月的是油桐花开的时节，今年客家100个农业片，我同大家收介睇北埔、中埔、山南几碟看到嘅油桐花，用嚟对唔大样嘅树诶变做行人嘅几鲜明嘅特色，还发展出几贴配的桐花产业。除了桐花以外，南埔也有推出野客啵，希望把桐花南野客，使得乡民中去认识客家文化嘅内涵，未发落客家中嘅经济。当年是5月啊，转热天的时，台湾北埔的山那早无看到几大片的拍摄线，写到当民众到客中来参加桐花节。本就卡按照5月写的油桐花，其实喺日本时代对长江流域一带引进。日本人看重油桐子是具通油的高经济价值，鼓励中北埔的农民同向市树作配改种油桐来做油漆，就系闽南之家的风水油。不过，听见桐油供应没落，无法度带来经济效益的油桐树，这油菜期到山那地度无人经历。雄花哈，雄花会掉下来，哈，这个雌花，它的花柱你看弯弯的。而且到2003年，为大打造客家新的印象，带动客中的发展，使土当无好的环境地度生的油桐花，就变作客委会的体育县城。你2-3年之前。客家人讲到桐花呢，就冇麻烦喜耶，因为佢嘅落花落得到满地嘅时间呢，你还要把它扫到路边去，否则你会滑倒。可是2003年开始呢，地上的桐花就变成心上的桐花，不再少了，而让大家去欣赏。家下头做客委会副主委的蒋金发，自2003年桐花节设计摆就打出名声，系给客企业同高铁的客家社团，用创意行销带动话题的方式，写到观光人潮。这苗栗3年新幸福茶头，就当丰富的 Q3线铁记录故事，给客中的人文风情，这帮游客当上了来了。另外，就桐花日上做出来的花布、糕饼、手工茶具料豆，不同体产业的经济价值没天天提高。就是我把我们在地相当多的演出变做桐花节地摆，然后有桐花节的带进地方，甚至加上的产业用去结合，所以讲对一摆桐花节来讲。对所有的店不管做美食、客家美食，也讲菜地的一些文创商品也讲这个菜地的一些那个伴手礼它都有相当的提升。桐花节近盼近9年，到2021年，已经有10日的人士36个乡镇向下来办桐花节，主要这样来带动地方产业。除了桐花节之外，最新南埔的市民曾规划，连多年都努力和推展客中生意太接近之一的高雄结合文化馆，希望用把桐花南结合来打造客中特色。不过喺桐花节就系只合馆，其实就系帮客中看做系希望转型发展的机会。油桐树的经济价值对往摆的购入都是年时带来几百亿的观光价值。无到100年的时间，本来系外来种都连下上到万内多起。同抗人推动健身的环境地度，还是3万大变的进行强款，所以变做客家的显明日常。不过多年来经济气候变迁，桐花大花的时间都难预测。团结在期盼桐花节的同时，各位客家未脱前出菜体的文化内涵，希望桐花带来商机的同时，要使本客家文化继续传出去。客家新闻王小康、刘文辉综合报道。